我而家身處嘅就係香港最北邊嘅邊境重地打鼓嶺。大家好，今集嘅區區有景就等 Darwin Sir 同我嚟帶大家深入了解一下打鼓嶺分區嘅警務工作同埋歷史痕跡。打鼓嶺警署係香港最具代表性嘅邊境警署之一，至今仍然保留住二戰前嘅建築設計原貌，滿載歲月嘅痕跡，現已被評為香港3級歷史建築。而我哋打鼓嶺分區嘅同事多年嚟一直肩負住守護邊境安全、維持社區安寧嘅重要使命。打鼓嶺分區嘅重要職責之一，當然就係管轄邊境管制站啦。冇錯，羅湖、文錦渡同埋我而家身處嘅香園圍口岸，都係屬於打鼓嶺分區嘅管轄範圍。而香園圍口岸更加係香港最新啟用嘅陸路邊境管制站，喺2023年2月全面開通旅客通關服務，直接連接深圳蓮塘口岸，專為配合東進東出、西進西出嘅跨境交通佈局而設。憑住人車直達嘅便利設計，呢度嘅每日平均都要處理超過8萬人次嘅跨境旅客同埋車輛，假期高峰更加會超過11萬人次，流量係相當之龐大㗎。面對咁大嘅客流量同車流量，我哋打鼓嶺分區嘅同事每日都喺度嚴密執行。我哋主要負責口岸嘅人群管理同交通管制，務求令每一位跨境旅客都有一個安心同優質嘅過關體驗。另外，我哋仲有警察無人機，全天候不定時喺附近巡邏嘅。除咗繁忙嘅口岸同埋充滿歷史嘅警署，打鼓嶺分區仲有一個充滿故事嘅特色地標，就係我身後呢座麥景陶碉堡。佢係香港認證嘅2級歷史建築，藏住香港邊境防衛嘅珍貴歷史。早喺上世紀30至40年代，呢度係邊境嘅戰略重鎮，大量難民從邊境湧入香港，令治安形勢緊張。警察會喺呢個碉堡進行觀察，堵截非法入境同犯罪活動。為咗守護邊境安全，當時嘅警務處處長麥景陶就喺1949年至1953年期間，下令喺邊境山頭興建7座呢類哨站碉堡。當時呢7座碉堡分別係香園圍白虎山、沙頭角白公坳、蓮麻坑礦山同埋米埔白鶴洲等等。今集嘅區區有景就介紹到呢度啦，拜拜。